在华人社会中，亲属称谓是一门极为讲究的学问，它既承载着家族的传承，也反映了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。亲戚之间的称呼不仅关乎辈分，也涉及血缘关系的远近。在正式场合或家庭聚会中，若能准确无误地称呼亲戚，不仅能展现个人的礼仪修养，更能促进家庭和睦。然而，对于不少年轻人来说，错综复杂的亲属称谓往往让人感到困惑，尤其是在逢年过节亲友相聚之时，该如何正确称呼亲人，便成了一大考验。在家族的长辈当中，祖辈的称谓尤为重要。父亲的父亲通常被称为爷爷，而母亲的父亲则叫老爷或外公。这两者的区别在于，爷爷属于直系亲属，而老爷则是母系亲属，但同样拥有崇高的家庭地位。对应地，父亲的母亲被称为奶奶，母亲的母亲则是姥姥或外婆。这四位长辈构成了一个人的直系祖辈，他们在家族中具有极大的威望，承载着家庭文化的传承与发展。再往上一辈追溯，爷爷的父亲称为太爷爷，奶奶的父亲则称为太姥爷。对应地，爷爷的母亲叫太奶奶，而奶奶的母亲则是太姥姥。这些称呼虽然在现代社会较少使用，但在一些传统家庭中，仍然能够见到曾祖父母健在的情况。对于家族的后辈而言，这些长辈拥有丰富的生活阅历，是家族智慧的象征。在父母的兄弟姊妹当中，男性长辈的称呼会依据年龄来区分，父亲的哥哥被称为伯伯，父亲的弟弟则叫叔叔。这是中国亲属称谓中的一大特点，即年龄较长者称为伯，年龄较小者则为叔，以此来体现尊卑有序的传统观念。同样的，父亲的姊妹则统称为姑姑，无论年龄大小，这一称谓均适用。而母亲的兄弟则称为舅舅，母亲的姊妹则称为姨姨。这些称谓在日常生活中被广泛使用，成为家族内部联系的重要桥梁。除了直系亲属之外，旁系亲属的称谓也十分讲究。例如，伯伯的妻子称为伯母，叔叔的配偶则叫婶婶。这些称谓用来区分父系亲属的婚姻关系。母系方面，舅舅的妻子被称为舅妈，而姨姨的丈夫则是姨父。这些亲属虽然并非血缘至亲，但在家庭关系中同样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。许多时候，这些长辈与孩子们的关系甚为亲密，影响深远。在堂表关系的称呼上，也有明确的区分。父亲的兄弟之子女称为堂兄弟姊妹。具体而言，伯伯或叔叔的儿子称为堂哥或堂弟，伯伯或叔叔的女儿则称为堂子或堂妹。这类亲属同属父系血缘，通常来往较为密切。在母系方面，舅舅或姨姨的子女则被称为表兄弟姊妹，其中舅舅或姨姨的儿子称为表哥或表弟，舅舅或姨姨的女儿则称为表子或表妹。这类亲属由于来自母系，因此在某些家庭中，亲疏程度可能会有所不同。当然，在更远的亲属关系中，称谓也有更细致的区分。姑姑的丈夫被称为姑父，而姑姑的儿子和女儿则分别称为表哥、表弟、表子或表妹。此外，舅舅的儿子和女儿亦属于表亲关系，因此称谓相同。而当这些表兄弟姊妹成家立业后，他们的子女便成为自己的表侄子与表侄女。这些称谓虽然较为生疏，但在家族聚会时仍然会派上用场。若进一步延伸到祖辈的兄弟姊妹，则还有许多细节值得探讨。爷爷的兄弟被称为堂祖父，爷爷的姊妹则叫堂祖母。对应地，奶奶的兄弟称为表祖父，奶奶的姊妹则称为表祖母。这些称谓虽然在日常生活中较少使用，但在宗族活动或祭祖仪式中，仍然能够听见这些传统称呼。此外，父母辈的堂表亲在关系上虽稍远一些，但仍然有着特定的称谓，如堂叔、堂伯、表叔、表舅等。这些称谓依据辈分和血缘关系的远近而有所区别。在婚姻关系中，称谓也有许多特定的规则。妻子的父母分别称为岳父与岳母，而丈夫的父母则被称为公公与婆婆。这些称谓反映了家庭结构的整合，也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婚姻关系的重视。在夫妻的兄弟姊妹之间，则有大哥、大嫂、小叔、小姑等称谓，用来区分不同的亲属关系。例如，丈夫的哥哥叫大伯，丈夫的弟弟叫小叔，而丈夫的姊妹则统称为小姑。这些称谓的使用，使得家庭内部的关系更加清晰有序。在某些地方，还有特定的地方习俗影响着亲属称谓的使用方式。例如，有些地区将父亲的妹妹称为姑娘，而非姑姑，而母亲的子子则被称为大姨，母亲的妹妹则叫小姨。此外，在某些南方地区，外祖父母的称谓会有所不同，如外祖父被称为公公，外祖母则叫婆婆。这些不同的叫法反映了地方文化的独特性。由此可见，
亲属称谓不仅是一种家族内部的称呼习惯，更是一种文化传承的体现。透过这些细致的称谓，我们得以理解家族结构的复杂性，也能够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。在现代社会，尽管亲属关系的界限逐渐模糊，但这些传统称谓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。它们代表着亲情的联系，也承载着家族的温暖与归属感。